大家好，歡迎收睇小兩論馬。唔知咁多位馬友睇咗上集小兩嘅排位版單邊搞掂未？未睇嘅馬友有時間的話，請多多支持。一年一度嘅國際騎師賽 IJC 將會於今晚星期三12月10號跑馬地馬場舉行9場嘅谷草野賽，頭場開6點半鐘。跑道用呢個 A 跑道排位過後，賽事並無任何變動。3T 就冇多寶彩金，6環會有500萬嘅多寶。節目未開始之前，希望大家就可以俾個 like 小兩，未訂閱小兩呢個波馬頻道嘅馬友，請高抬貴手按一按右下角嘅訂閱掣，隔籬有個啷啷，記得撳埋個啷啷，咁就唔會錯過我下一條短片噶啦。你哋嘅支持係對小兩最大嘅動力同埋正能量。今期嘅騎師王因應呢個國際騎師賽玩法就有多少變動，淨係計呢個4、5、7、8場出賽嘅騎師嘅分數，亦即係話估下邊個就會攞到冠軍。開飛就3頭馬車，潘頓、布文、莫雷拉加為7倍嘅大熱門，但凌晨時分隔晚飛就落咗喺呢個布文同雷神身上。不過3頭馬車小兩都唔太中意，先就要咗5號嘅布宜學先。隔晚全為10倍以上嘅半冷門，今季布宜學都冇乜佳作，完全俾人就蓋過風頭。之前就參加過4次嘅本地國際騎師賽，4次都3甲不入，冇理由就咁水皮啩。今鋪小兩1月就支持一下佢，再要就要埋呢12號嘅李慕華4匹嘅邊線分子列陣，希望周三晚上此子就可以代表日本擊退所有強敵。今期嘅騎師王小兩就分享5號嘅布宜學同埋12號嘅李慕華。至於練馬師王又點呢？哇，好耐未見過1.7倍嘅大熱門啊！落咗喺方嘉柏身上，咁嘅賠率，小兩就一定大膽捨棄。全世界嘅焦點都落咗喺騎師度，小兩就揀一個嚟玩下。5號嘅伍彭之出馬6匹，成為20倍嘅半冷。今期小兩就一注獨買伍彭之，騎練又同大家略略傾過賠率版嘅小兩論馬，即刻同大家傾傾呢。周三小兩就有咩投注策略？第3場4班嘅1650米，近5季同晚非騎師賽之4班1里，大二就1冠2亞2電，2號馬嘅追風同埋7號馬嘅林寶精神，曾於谷草 A 欄跑入前2。2號馬追風羅富全加麥道朗嘅組合，呢匹5歲仔來港服役3季，至今就取得3 win 1 Q 2 T。呢3 win 存在谷草同程取得，當中3 win 全由呢個潘頓經手，但已經係上季嘅事。今季跑過2戰同程，1次第8，上場後上第5，排過1檔出閘。紅衫黃帽嗰匹2號仔排過1檔關係，就進落全程貼欄，跟守住一個第6位。入彎前一路一個內欄困守，慢慢而出中檔2碟轉入直路。內欄第4江南勇士第5位，外邊紫色衫論文啊，內欄第6仲有追風，後邊嘅馬啦，凡凡有餘啦，多利神區大快步，尾3精算謀略，尾以灰色衫攞出嚟試跑得包咗落尾嘅馬，仍然係風雲嚟嘅。好啦，正最後直路啦，建測群英放得好順啊，拋嚟咗個幾身位啦，智旺財響第2位，外邊有奮鬥輝煌追，頭入邊上嘅馬呢，仲有追風啊，最出嗰邊仲有隻凡凡有餘啊，最後100零米，建測群英呢，仲有1個馬可以優勢，外邊凡凡有餘一路衝緊上嚟，入邊多利神區。最出嗰邊仲個試跑得接近終點，相當接近外邊，凡凡有餘。直路初一路就喺個中檔，喺隻智旺財後面未能望空，去到拉士85先至望空得到。假若直路早啲望空的話，或許就已經可以跑得更近，贏佢嗰隻凡凡有餘。上3班都後上第5，輸個零馬位。跑第2嘅建測群英再出右 win，證明此組4班並非水嘢。佢上場至今1個月多，上完從化操練，回港麥道朗就即刻親操1課2段，
今場排個12檔，鍾意掟出外邊追嘅馬，出閘攝到一個2碟跟手好位的話，直路真係有權一衝過晒。全組馬當中贏過同程只得2匹，呢匹追風，同程更加出得3 win 1 Q 2 T， 拉全組之冠，路程正宗必拼無疑，隔晚有15倍。講真，認真抵博。第3場揀膽，小兩就揀呢匹2號馬嘅追風，配腳就一定要翻隻7號馬嘅林寶精神，廖康銘加潘頓嘅組合，今季贏完4班田草1600，眼見田草1600個分又有多少朗朗地，上場就轉戰谷草，仲要係初跑同程即後上入 Q， 僅輸短頭，潘頓肯再騎，亦都係必拼無疑一族，可爭一席。再要就要埋隻3號馬嘅卓越善豐，黎超星加巴米高嘅組合。頭先小兩就講過，同組馬得2匹贏過同程，呢匹卓越善豐就係其中一匹。前將同程黃寶利都可以後上第2，經已證明此區嘅路有專長。配上巴米高更加如虎添翼，踏入12月就一定要買阿賽。今場仲要係冷門，就真係一定要預埋佢嗰匹11號馬嘅慣性金穗。第3場小兩就分享2號馬嘅追風做膽拖，3號馬嘅卓越善豐，7號馬嘅林寶精神同埋11號馬嘅慣性金穗，二膽撲3、7、11。傾完第3場，再同大家傾多場。第8場3班嘅1200米國際騎師賽嘅尾關。揀得李慕華做騎師王，冇理由就唔揾佢隻馬做下膽。11號馬嘅三軍勇將，放假爬加李慕華嘅組合，呢匹三軍勇將5歲嘅澳洲 PP， 外地3戰1 win 馬，來港服役3季，至今取得2 win 2 T， 上季贏谷草1里，今季跑過4場轉戰谷草呢個短途嘅1200米，效果真係唔錯喎。今季季初贏4班1200，對上3場上3班，3場跑得極之接近。即刻同大家睇翻上場呢匹馬點跑先。排個6檔出閘，子3子母嗰匹8號仔出閘快嘅喎，喺前排。不過此區不嬲都唔係搶嘅馬，霸道就稍稍留住，但一路都俾人頂出個3、4碟游走，跑至中段。喺個3碟5、6位，又望空，又有些少搶口。凡之選啊，暫時殿後要縮住嚟跑喎，運高8斗嚟㗎。好啦，過咗呢個800米段處啦，放咗出嚟跑呢，就係呢隻安康萬里啊，快過中環精英添啊。跟住第3位就飲杯啊，巴閉高啊第4啦，內欄第5，淺藍3有紅愛射啊，第6位㗎嘛，紫色帽呢就三軍勇將啊。入彎前巴道開始大力催策，掟出個4碟大愛檔轉入直路。殿後啊，好啦，轉彎入直路啦，安康萬里佔先嘅，中環精英少少西咗出去啊，兩個馬中間飲杯追啲啦，外邊三軍勇將追啊，咁啊見到中檔位置淺藍3呢，仲有紅愛射冇乜位喎，外邊包上嚟嘅馬仲有電源之區啊，最後100零米啦，安康萬里佔先，飲杯就上嚟挑戰啊，外邊位置仲有三軍勇將啊，接近終點飲杯贏啊，跑第2名，安康萬里，中間三軍勇將。直路初有追勢，但騎落有多少內閃。最後一爆多少力弱，未能灌注到底，只能入 T 而返。沿途際遇差到不能再差，輸俾隻2班落嚟嘅飲杯都無話可說。跑第2嘅安康萬里，再出又贏3班同程。放仔今場雙輪出海，小心此區會係主力，亦都希望李慕華今次來港可以做出好戲。繼2009年嘅平頭冠軍之後，再次係揚威香港。第8場小兩就膽粗粗揀呢匹11號馬嘅三軍勇將做膽。至於小兩周3嘅投注策略，適逢嘅國際騎師賽場面熱鬧，今次小兩就買多少少注數，睇下大家中意邊一範就可以加重少少注碼。先就買第4口孖寶，2隻大師，4號馬嘅精益大師同埋7號馬嘅可靠大師。射落去尾關，4號馬嘅標誌亮子，再買就獨贏過關2穿3，5場4號標誌亮子，
射落去7場2，非凡浩傑。另外位置連贏過關二穿心就咁買。第3場2號馬追風做膽拖，3號馬嘅卓越善風，7號馬嘅林寶精神同埋11號馬嘅慣性金穗射落去第8場11號馬三軍用將做膽拖，6號馬嘅有愛心得，8號馬嘅魅力寶區同埋10號馬嘅快博，最後就買埋第7口孖寶頭關2號馬非凡浩傑射落去尾關，8號馬魅力寶區同埋11號馬嘅三軍用將，睇下大家同小兩同唔同路，祝大家周三晚上贏多啲，多謝晒咁多位，拜拜。